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回恒大真的要清盘了。2025年8月22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称，该院已于8月20日裁定受理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恒大地产广东公司破产清算一案。这意味着恒大地产广东公司已依法进入破产程序。恒大地产广东公司为恒大地产集团全资子公司，投资了多家地产项目公司，有大量的被执行案件，并且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说明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按照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被裁定破产清算是必然结果。广州某律师事务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也就是这个恒大地产破产清算是在预料之中。这2021年9月份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已经说了，这个恒大结局就是破产清算。什么时候呢？我是一般的要2到3年以后，现在已经拖了4年了。我当时的判断就是恒大保交楼完成大概要2到3年，保交楼差不多完成了，那就要破产清算。但现在拖了4年这个保交楼也没有完成，也就是说没有全部完成这个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大家把概念要搞清楚。我们老说的香港上市的那个叫中国恒大，它是一个资本运作平台，它注册地恐怕在香港，或者要么就是什么 BVI 群岛或者什么海外注册的它然后在控股国内，在国内运营的主体你这个外资企业在国内直接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它在国内注册了有实体，这个国内的实体就叫恒大地产集团，这个注册地在广州吧，现在挪到深圳了。然后这个恒大地产集团下面又有子公司，比如说恒大地产广东公司，对吧？这次破的是恒大地产广东公司。那么恒大地产集团下面有很多子公司子公司下面还有子公司，子公司下面还有子公司，孙公司。那么这次破产清算的是恒大地产广东公司。我就在想以我的经验因为恒大它这么多子公司、孙公司中间那个叫资金往来，对吧？还互相担保，所以它很多时候就是几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吧？人员高度混同，资金也混同，项目也混同，就是业务也混同。所以说你要单把这个恒大地产广东公司给它破产掉，显然不切实际，它有可能要牵连到其他的子公司，最后有可能导致叫整体破产。你比如说恒大地产广东公司它账上有一笔50亿赚到了这个，对吧？恒大地产湖南公司，我这举个例子那你恒大地产广东公司破产清算，它的外面的应收账款要去要那恒大地产湖南公司这50个亿接着还给人家，你还不了怎么办呢？这个债权，对吧？像这种事情很多，因为许老板是这个叫8个缸5个盖子，那资金是整个的这个恒大体系内部到处转，对吧？资金往来，你说单独把恒大地产广东公司拿出来破，这个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判断最后有可能就是整个恒大地产集团就是整体破产。我们再看一个房企消息这个五矿地产8月21日发布公告，上半年净亏损5.8亿港元。五矿地产公告，2025年上半年集团的综合收入为19.76亿港元，较去年同期50.23亿港元下降61%，这就是断崖式下跌公司股权持有人应账亏损5.85亿港元，上半年就亏5.85亿大家记住了，五矿地产是央企对吧？它是五矿集团下面的，这个五矿就是央企而且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海外的那些什么很多矿石贸易都得通过五矿。这个火还是烧到了央企房地产公司身上。咱们一直说，只要韭菜坚持不买房，谁都扛不住管你是民企还是央企，对吧？只有先后的之分就是民企先黄先暴雷，央企在后面。这个形势再这么坚持下去，你说五矿地产它能扛得住吗？我们再看这个今天媒体报道是财新网报道说，香港住宅最大规模亏损出现，内地富豪山顶别墅9年蒸发13亿港元。他这么说的他说香港楼市持续低迷之际，曾大举扫货的内地富豪陈洪天因公司陷入债务困境，不得不大幅折价出售名下的物业资产。8月19日，陈洪天名下的山顶歌赋山15号别墅以7.9亿港元成交，较2016年21亿港
港元购入价暴跌62%，账面蒸发13.1亿港元，创下香港住宅市场最大规模亏损记录。这就是膝盖涨，21亿买的，7.9亿卖，太狠了啊！综合招标代理商第一太平戴维斯以及楼盘介绍资料，歌赋山道15号坐落在香港岛山顶，整套别墅的面积18469平方英尺，大概就是1700平啊，是一栋6层的独立别墅，拥有3层开阔的地下空间和3层的上盖建筑，2788平英尺的车库，户外还有9948平方英尺的花园。说是香港岛为数不多能够欣赏到南区双海景的豪宅之一。2016年6月，陈洪天通过公司名义以21亿港元向装饰机构购入这处重建的别墅，均价高达225万每平米，成为当年香港均价最贵的豪宅，如梦幻泡影啊，烈火喷油啊！当年200多万一平米，现在呢，内地富豪陈洪天恐怕也是暴雷啊！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说，在地产界有着不死鸟之称的佳兆业集团，今年上半年将产生巨额亏损。该公司8月21日深夜披露，2025年上半年佳兆业预计录得亏损净额及公司拥有人应账亏损净额不多于110亿元，而2024年同期公司亏损净额、拥有人应账亏损净额分别是90亿元和91亿元。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佳兆业今年上半年的亏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0亿元。对于亏损原因，该公司解释，主要因物业交付减少导致已确认收益减少，以及物业项目做出减值拨备增加所致。该企业中期业绩预告反映出公司仍面临较大经营压力，这其中在售项目以价换量以及存货跌价出现计提资产减值等为重要影响因素。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很多房企手上很多卖不掉的房子，或者自己持有的一些物业店铺都在减值，也就是房价在跌它本身就在贬值，就这块的贬值，开发商就受不了，就会出现巨额亏损。这么亏下去很快就是资不抵债就跟恒大一样。可见无论是央企、五矿地产，还是对吧香港的那个最贵的楼200多万一平米的，还是这个不死鸟佳兆业，对吧，都说明这个开发商的日子没好起来，开发商实际上是一天比一天难但是不影响媒体这个宣传。中国经济周刊说专家称房地产止跌回稳的基本面未改变，这专家反正一口咬定就是对吧，基本面没改变，也不知道什么样就叫改变。说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说当前新房价格还算稳定，但二手房价格还在探底，成交量有所下降。从市场表现看，一些城市止跌回稳的基础还没达到完全稳定的水平，北京、海南这些地方政策调整确实释放了一部分合理需求，这是好现象。专家也表示房地产市场在筑底转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反复，但止跌回稳的基本面并未改变。他这个结论他这个结束语好像搁在什么地方都行反正最后来个转折嘛。但止跌回稳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房地产报他是怎么说的。中国房地产报看样子要唱空深圳楼市他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多个网红盘成交价现新低，深圳二手房交易经历阵痛期。我发现深圳这个二手房好日子没过半年呢，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去年924行情以后那个媒体对吧，中间天天说深圳的二手房交易又创新高，对吧？二手房交易又什么上了荣枯线是吧？你每天都是这种新闻怎么今天这个房地产报来了一个叫网红盘成交价现新低，二手房交易经历阵痛期，这个转得也太快了吧？可见就是欢乐总是短暂的。他这个报道的前言部分这么说的他说面对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深圳楼市正迫切等待新一轮的政策发令枪，也就是药不能停赶紧喂药这深圳楼市正经历淡季
阵痛期。8月17日，深圳网红豪宅华润城一套2手房源被上架法拍，引来近万人围观后，最终流拍。原业主2018年购入价为1150万元，此次起拍价是1050万元。7年以后啊，起拍价就便宜了100万。上述房源流拍后，该房源迅速在8月18日重新上架进行2次拍卖，起拍价则已大幅降为840万。你想，7年前是1150万买的，7年以后卖840万。这个曾经被冠以买到即赚500万元的深圳网红盘，吸引过大量投资客入场。那这个所有的投资客啊，都严重套牢，是新房限价时代首个掀起打新热的豪宅盘。过往2手房交易成交价最高近20万元每平米，尽管长期以来争议不断，但仍被市场认为是深圳楼市的风向标。这回风向标黄了。深圳华润城片区的房产中介机构人士表示，去年929新政后，深圳只有华润城业主敢联合喊出涨价护盘，当时价格确实涨上去了，不少房源也有成交。现在看来，接手的那批人也站在高位上了，站在高岗上啊，高处不胜寒了，这就是山顶资本。不过这也咎由自取啊，咱们一直说2021年恒大爆雷以后啊，还在坚持炒房的人都是咎由自取，叫2个字，就是活该。跌落的不止华润城、龙悦居、什么诺德假日等2手神盘，以及如海纳公馆、前海天境等网红次新盘。8月份以来，成交价格也纷纷刷新地板价。说深圳中原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朱少伟表示今年小阳春市场较为火热，但持续时间短，2季度政策效应基本消化完全后，市场出现成交大幅下滑，观望情绪升温，2手挂盘量创新高，价格持续调整的状况。因此，即便是核心区的网红盘，也难走出独立行情。多个网红盘成交价创新低，说这个价格即使放在1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深圳市南山区房产中介经纪人欧阳接受采访时说8月份华润城润府一期出售的一套东南向89平30，业主报价跌破1000万元，最终成交价990万元，创下该户型成交新低。那1平米也得有10几万了，11万还是贵啊，1平米11万，泡沫还是不小啊。据了解，华润城润府一期在去年9月新政出台后，成交价一度回涨至13万到14万元每平米。有2手房中介经纪平台成交记录显示，今年6月同样户型的成交价为11500万元啊，1150万元呢。更早之前成交均价在1200万元以上。我记得去年那个927行情的时候，我做节目是不是说了，想卖房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卖，不要涨价了，趁这一波对吧？有人买，赶紧出手。你看，如果那个时候没出手，你这个时候再出手，对不起，卖不掉了。去年同期成交价也没有这么低过。目前整个华润城项目挂牌量惊人，500多套2手房在卖，你看都是炒房的，对吧？这个被套住啊，这个怎么说呢？也是大快人心啊，因为房价涨这么高，就跟这些人炒有关系。说不排除投资客继续砸盘的可能，欧阳感慨地表示。8月以来，成交价创新低的2手网红盘不止华润城一个，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拥有名校概念加持的龙悦居4期，近期最新成交价63平米2房户型，成交价为280万元，单价已低于4.5万元每平米。该小区在2021年成交高峰期，2户型最高成交价曾高达720万元，单价超过了11万元每平米。这个是膝盖涨啊！去年同期龙悦居2房成交价仍在320万元左右，之后尽管价格有所波动，但直到今年1季度也仍保持着300万元以上的成交总价。然而2季度以来，龙悦居业主报价和成交价陆续击穿3字头。据房产中介人士透露，目前同户型房源有业主报价只要278万元。8月5日，龙悦居一套63平米房源在法拍平台上迎来2次拍卖，最终成交价255万元，单价约4万元每平米，创下龙悦居4年成交价新低。次新盘方面，多个曾经抢破头的神盘项目光环也在褪去。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海纳公馆项目，2019年首次开盘，756套房源遭1000人抢房。2020年项目最后5套保留房源进行摇号
号选房，吸引了1170批人啊，这么多人来摇号。摇号的条件是什么？拿100万冻结在那儿，你才有摇号资格。结果啊，居然有1170人拿100万冻结在那儿去摇号，234:1的入围比例，至今仍是深圳楼市最高的认筹比。多疯狂啊！200多人抢一套房啊，也就是5年前呢。去年年中已过限售期，海纳公馆开始进入二手房交易市场，但该小区最新成交案例显示，116平方米4房户型成交总价仅1210万元，与同户型去年12月1460万元对比，近半年跌幅将近20%。这个房子啊，它买完之后，这是到去年才允许你卖的，它有个限售期。那也就是说啊，所有买这房的统统被套住，最少赔20%啊！关键是后面还要赔，你现在卖不掉。去年年中已过限售期啊，海纳公馆89平米3房在8月最新成交价912万元，那也就是10万一平米啊。业主去年10月挂盘价为1180万元，后来业主不断下调报价，总共降价20多次才最终成交。网红盘不再叫好叫座，普通二手房小区更是陷入流动性问题，这就不用说了啊，就普通的房子那根本难卖。那网红盘能成为网红盘，一定有原因的，对吧？要么它位置好，要么它设计的比较这个合理，对吧？要不然它能卖那么贵吗？连网红盘都扛不住啊！你说其他普通的房子，肯定是更难出手啊，就没有流动性了。目前从购房者到二手房经纪人，个人的市场体感普遍较低。在深圳市宝安区一房地产中介门店，正在了解近期行情的黄小姐说啊，她从去年第4季度开始看房，到今年7月份，发现之前看过的几个小区，有的成交价已经跌了70-80万元，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看房买房了。你看看啊，他就是去年到现在就已经少了70-80万，你说这几个月你能赚到70-80万吗？同时有不少房地产经纪人也表示，进入3季度，深圳多个次新高价楼盘成交价持续走低，对深圳楼市市场情绪和整体成交形成一定影响。中国房地产报啊，是住建部下面的官方媒体啊，现在居然这么唱空深圳楼市。我只是念了一遍啊，现在呼吁啊，这个深圳要出台新政策，在金九银十啊要拖一把，不管你怎么拖啊，总之啊，这些炒房的已经全数被套住，一个也跑不了，对吧？你现在只能是割肉出局啊，你现在割肉割它少一点，你再往后拖，那割的越来越多，就这么简单。前2天啊，这个网上不说这个要收房东税嘛，咱们节目也介绍了啊。我看今天央视啊，它专门出来解释所谓的新增房东税属于误读，要别被带偏了。大家看视频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市场。9月15号开始，住房租赁条例将会正式实施。然而，部分自媒体却宣称，住房租赁条例实施之后将会开征房东税。那这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专家的解读。住房租赁条例第8条提到，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等方式，将住房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而这个备案信息又会和税务部门进行信息共享。于是，在一些社交平台、租房社群中，就有人把备案要求和新增税种直接关联，得出了要新增所谓的房东税。事实上，住房租赁合同备案并非新概念。从1994年颁布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到2011年起施行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再到此次的《住房租赁条例》，都规定住房租赁合同应当进行登记备案。通过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可以与其他政府部门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建立起住房租赁备案制度。2017年，北京建立了全市统一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为租赁当事人提供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截至目前，备案的合同量已经超过了750万笔。经过备案的合同，承租人可以享受子女上学、积分落户、提取住房公积金等相关服务。目前也正在试点公积金支付房租。事实上，在我国，个人出租住房一直是需要纳税的，主要涉及增值税、房产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等几个税种。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财产租赁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
但在实践中，为便利纳税人，各城市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一个综合征收率，对几个税种合并征税。北京市个人出租住房的话，月不含税租金在10万以下有个综合征收率2.5%的一个税收；如果是月不含税租金在10万以上的话，那有个综合征收率是4%。在上海，相关政策与北京类似。个人出租房屋月租金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按照2.5%的综合税率征收；月租金超过10万元的，综合税率约为4%。以月租金收入4000元为例，需缴纳税费约为100元。广州和深圳也通过这种综合征收的方式简化税费计算。整体上看，房东的综合税负远低于部分自媒体所说的20%至30%。专家表示，住房租赁合同需备案、个人出租住房需缴税都并非新规定。部分自媒体将租赁合同备案与开征所谓的房东税强行关联，纯属片面解读。住房租赁合同要进行备案呢，这是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监管的一个必要手段。它的主要出发点呢，是为了公平公正保障租赁双方的一个合法权益，同时助力政府能及时了解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个总体态势、最新动态和进行相关的风险防控。按照这个央视的说法，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房东啊，实际上已经交了税，对吧？你交的税就是大概2.5%嘛，也就是你要是4000块钱的房租，你交100块；6000块钱的房租是交150。但是就是大部分房东都纳闷啊，他这150在哪儿交的呢？或者这100什么时候交的？所以这个好像是个问题啊。这个央视你看他总是说话留半拉，你留了半拉，你就让人就有歧义。大家又要猜测，实际上这个房东税啊，本身也是对吧？你第一次宣传的时候你就没说清楚，导致大家各种解读。就是按照咱们的逻辑啊，就能说清楚不说清楚，那肯定是有猫腻啊，对吧？这个叫试风向，先探测一下。如果舆论呢没有那么反弹的话，说不定他就顺水推舟啊，顺势啊就收上了。结果一看这个舆论哗然，对吧？大家就跳起来了，他马上对吧？扭脸一变就说你们理解错了，没有的事啊，就像那个全员社保一样啊。你看现在也是扭脸就说你们理解错了啊，所以说你不能不怀疑他这个是一个试探。如果大家没有那么反对的话，没有那么激烈啊情绪对抗，人家就顺水对吧就解决了，就要收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